有时候走在人生的路上，明明很努力，却还是有点迷惘。一堆问题涌上心头，却更听不见心底的想法。放慢步伐，问问自己现在想往哪里啊？原来心里有个小小指南针，一直默默指引着我。我的内心知道前进的方向，就算暂时不清楚也没关系。生命正在默默支持着我，带领我去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学着相信每一步的出现都有它来到的意义。停下来，突然发现原来我并不孤单。内心的温柔悄悄带领我前进。有时候以为自己迷了路，其实生命早就在导航。静一静，听心的声音，会发现心一直在引领着